梗係後生嘅行先啦，係咪？係嘛？即係要敬老，我哋後生行先。好啦，後生嘅大家都知係邊個啦？佢咧就90後，原來咧已經工程界咧打滾超過9年嘅咯喎。咁佢話咧，當年咧佢入頭咧就翻工，夜晚翻學，有咁勤力嘅咩？進修咧就持續咗3至4年，成功咧考獲到呢個屋宇署嘅小型工程牌照，而且咧掛牌咧就做呢個消防嘅公司嘅發展。佢話佢咧冇消防員嘅身形，不過咧就有救火、消防救火嘅心，即係第日開翻套烈火雄心啊，通年嘅啫，點解？有請我哋消防工程家長，俾啲掌聲大家，大家早晨。係啦，每日都係見到佢話烈火雄啊，究竟係點啦？介紹到消防工程咧。好，歡迎各位早晨啦，首先多謝嘉賓啦，各位會友們今日出席啦。咁我相信呢段時間大家對呢個防火或者消防嘅意識係高咗嘅，所以我希望透過今次5分鐘咧，俾大家認識多啲我做啲咩同埋呢啲消防工程嘅項目。咁啱啱都講啦，鴻源工程有限公司其實喺香港已經成立咗20幾年㗎啦。咁我哋已經有齊晒呢個消防牌照啦，同埋屋宇署嘅牌照。咁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屋宇署嘅 AS 咁就掛牌咗呢間公司。咁我公司咧其實上頁先。咁啊，講多少少啱啱個範圍啦。其實我哋有呢個消防年檢啦、櫃檢啦，同埋消防設備嘅加建改建一啲更換嘅工程，同埋我哋有一個叫做 E-call 服務，即係你24小時都可以聯絡到我哋。如果你棟大廈係我哋保養嘅話，咁另外就係包括啲嘅消防改善工程嘅，係一啲舊式嘅樓宇，消防處如果出信要求你哋去加建改建嘅項目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幫你做到，同埋一啲嘅消防證書。客戶啱啱講咗啦，所以下邊唔該。咁呢個咧就係消防處發俾我哋嘅牌照啦。咁因為我哋係香港消防處註冊嘅承辦商，咁我哋持有1、2、3級牌嘅。下頁。咁我簡單講下1、2、3牌啲咩啦。咁1級咧就係一啲嘅消防嘅煙霧頭嘅系統。好，下頁。咁第2級咧就係一啲嘅消防嘅水嘅同埋電嘅嘅設備。好，下頁。咁3級項目咧陣間都會主講呢個滅火筒嘅。咁3級項目包括一啲嘅手提式嘅一個工具啦，包括有滅火筒啦、防火氈啦，同埋防火沙嘅。好，下一頁㗎。咁呢個時候咧，大家可以拎部手機出嚟影低呢一頁先。咁呢一頁咧就係講解下咧滅火筒大約咧香港咧都會有呢個4個類別，而每一個類別咧都係會救唔同嘅火源嘅。咁如果你用錯咗咧，有機會唔係救火，而係令到嗰個火咧更加嚴重嘅。咁呢段時間咧，麻煩輝哥將我手上有2支呢個1 kg 嘅滅火筒，可以兩邊傳遞俾大家去摸下個手感先。轉頭咧，我都會有抽出2位幸運兒，就會得到呢2支滅火筒㗎，各位都知㗎。咁我呢個時候咧，我就想介紹呢個滅火筒使用之前咧，想問下有冇人想答到一個問題？如果你當你面前見到有火嘅時候，你隔離有支滅火筒，你第一時間會點做？有冇人可以嘗試試下？打俾你，睇下咩火源。冇錯啦，用支滅火筒喎。俾啲掌聲啊，華點講先，掉啲滅火筒過去啱嘅，因為之前咧地鐵站真係有人試過咁樣掉過去，然之後俾人擺上網，俾人投訴。咁其實實際上咧，第一步咧其實唔係拉呢一個安全針先。點解你啱啱話你啱咧？掉支滅火筒，因為你要同嗰個火源保持咗個距離。要你要睇下嗰個火嘅能力咧，係咪你自己有能力去救熄佢？如果佢係一個好大火嘅情況下咧，其實真係唔建議你自己用嘅。咁當然啦，面對一啲細火嘅情況下，一支滅火筒其實真係有機會幫你去保障翻你嘅財產損失啊，或者甚至乎打後嘅人命傷亡風險。咁所以咧，見到個火災嘅時候咧，你評估咗佢，你能夠自己真係救熄到嘅咪救咯，救唔到嘅咧，消防員都建議你交翻俾佢哋處理。同埋咧，要留意翻你噴佢嘅時候咧，你嘅背後嘅方向咧，一定要確保你係一個逃生嘅路線。你唔好救下前面嘅火嘅時候，發覺原來啲火圍住你喺後面，你走唔到嘅時候更加嚴重。所以咧，消防呢個設備咧係要認識到佢咧，係可以幫到大家好多嘢嘅。咁啱啱大家都影咗相嘅時候咧，就可以下頁啦。呢個咧就係消防處簡單可以教你嘅。評估火勢及確保自身安全，拔出安全鎖針，按下操作桿，噴向火源底部，直至火勢完全熄滅。好，唔該，出其他頁。好，咁講下啲火災個案啦。咁希望touch wood唔會希望再發生啦。咁但係火災出現嘅時候咧，如果你處理得唔好咧，就會
除咗財物損失之外咧，亦都造成一啲人命傷亡嘅係唔該。咁啊，火災嘅成因咧，其實香港法例要求咧，所有嘅消防設備咧，每12個月咧要揾一次消防承辦商去做一次消防年檢嘅。咁其實有好多時候有啲法團啊，或者一啲嘅物管公司，如果佢忘記咗或者做漏咗，其實有機會咧會俾消防處去檢控嘅。咁啊，最高刑罰咧都係大家可以望下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希望咧，呢個好似一個大館咁樣，全港有新界各區咧都有唔同嘅物業啦、大廈啦，甚至乎啲餐廳咧都可以揾我哋去做一個年檢保養嘅喺研究。咁我哋其實YV 啦，咁啊其實咧，我哋係喺呢個香港消防處咧，其實佢有一個 list 咧，就係講明佢有啲承辦商係能夠成功去做到呢個改善工程嘅。咁我哋都係喺裏面嘅名單裏面。咁其實全港400幾間咧，得呢個80間左右嘅，所以我哋係1/5嘅公司裏面都係做到呢個嘅。跟住證明我哋冇一個爛嘅工程，我哋好用心去完成嘅。好，下研究。咁我希望需要得到嘅就係一啲上游啦，包括一啲業主啦、業主立案法團啦、總承建商啊、即係工程顧問公司、物管啊、工程部咁樣。咁其實我亦都需要一啲嘅下游嘅一啲，包括一啲supplier啦、一啲嘅電嘅工程公司啊、水嘅工程公司啊，同埋一啲搭棚公司，我哋都需要嘅。好，下研。咁今日咧有個 promo 優惠啦，咁啊凡係介紹咗一啲物管公司俾我可以提供一啲免費嘅一啲嘅消防諮詢嘅服務，同埋咧我會送出呢一個500蚊嘅一個項目，就係有一個2 kg 嘅乾粉同埋一個滅火氈嘅。咁啊呢啲其實都係可以獨立買都可以嘅。咁啊其實用途係用啲咩咧？可以擺喺你家居啊，或者你自己一啲嘅電車嗰度都可以，因為而家見到好多新聞就話啲電車會自燃嘅。咁如果你架車着火之前，你個用一啲滅火裝可以解決咗咧，咁其實就已經可以幫到好多人，可以解決好多嘢。好，下研。咁啊最後多謝。